台北市内湖的一位公务，你看伊这民众的信箱内底，竟然拢用藏这毋是批嘛，毋是广告，这叫做往生批，就是若有人往生啊，你伫身躯顶爱盖这张叫做往生批。所以到底是虾米人把这个物件藏伫每一户的信箱内底咧？即摆大家咧查看卖啊，是虾米人安尼做？批筒内底真诶，毋是广告单，是无透气的往生批。民众昨尾暗暝东去，看到这个画面，拢惊死啊！不敢这么直接敢说这种东西啊，开在诅咒人家的东西。我很生气哦，怎么从来会这是往生的？那看起来就好像不好预兆。往生被平常是盖在往生者的大体上，但现在却有人塞在信箱里。而且塞了一整排，将近30户的住户都遭殃。金黄色的往生批写满金文，阁有金光刷。虽然讲有召回技术，不过民众看到嘛是心惊惊，赶紧报警。之前就有在讨论了啦，建设公司一家换一家啊。对，大部分的都不同意啦。这台礼拜天都没有人开店。对他放了就很放心。锁定行为人为辖内居民，并通知到案。据查，该名热衷宗教分享物品，却造成误会，并无特地恶意行为意图。民众惊一跳，加在已经找到人，警察后续会向社区说明，卖继续加强宣传水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